大家好，我係施永青。施觀點咧係 AM730創刊以嚟，我寫咗20年嘅專欄。過去咧佢都係以文字嘅形式同大家見面嘅。而家進入咗 AI 年代，我哋咧就已經教識咗 AI 用我嘅形象、我嘅語氣讀施觀點。呢個咧就係我嘅 AI 替身。以後呢項工作咧就交俾佢啦。大家好，我係 AI 施永青，今日同大家講下貿易戰嘅最新情況。特朗普一開始以為加高關稅就可以逼中國就範，點知佢完全估錯咗。中國唔肯妥協，反而直接連貨都唔賣俾美國，結果美國收唔到關稅係小事，更大鑊嘅係美國人日常用品都冇晒供應。生活質素肯定大跌，連美國嘅國防工業同高科技產業都因為買唔到中國嘅稀土而叫苦連天。市場估計，如果呢個形勢扭轉唔到，美國可能捱唔過今年6月。就算聯儲局肯減息都救唔到，因為減息只能夠調整經營環境，解決唔到供應短缺嘅問題。美國最強嘅係金融，但偏偏喺中國貨供應嘅問題上，金融幫唔到手。當然，中國停貨輸美都會有麻煩啦，工廠可能要停工，工人會失業，社會穩定都會受影響。不過短期內呢啲問題可以用錢搞掂，國家可以補貼製造業，叫佢哋唔好裁員。只要同美國硬碰硬，美國應該比中國更早捱唔住。特朗普呢見嘅形勢不妙，急到好似熱鍋上嘅螞蟻，恨不得呢習主席即刻打電話俾佢。中國嘅態度好清楚，加關稅係你美國自己搞亂，要撤隨時可以撤，唔使中國配合。只要美國撤咗，中國自然都會撤，因為中國一開始就無意加關稅。以而家嘅形勢睇，特朗普要率先讓步，唔係中國一定奉陪到底。佢最好嘅選擇係俾中國同其他國家一樣嘅90天緩衝期，然後再同中國逐項產品談判，定出詳細嘅關稅安排。經過呢次硬碰呢，美國知道中國有幾多斤兩，特朗普以後談判唔敢再咁大咬，只要象徵式加啲稅，佢就會收手。中國既然喺貿易戰贏咗優勢，談判桌上自然要求高啲。特朗普今次會感受到張牌喺中國手上嘅滋味。中國最理想係回到2018年貿易戰前嘅狀態。呢個先係正常情況，但係要特朗普全面認輸好難，佢一日在位都唔會接受，連拜登同民主黨人都未必肯接受，所以中國可能退而求其次，要求美國退回特朗普第2次上任前嘅狀態。呢啲講法呢，有啲籠統啦。實際談判時呢，唔同產品會有唔同關稅率，有啲呢可能比特朗普第2次上任前高啲，俾佢留面子，但係大部分呢會遠低於今年4月2日前嘅水平。特朗普想靠加關稅增加國庫收入嘅計劃，肯定係落空呢。總括嚟講，呢場貿易戰顯示咗中國嘅實力同決心。特朗普錯判形勢，最後要自己收拾殘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呢啲國際大事對我哋影響深遠，大家要多留意經濟脈搏，做好準備應對未來嘅挑戰。多謝大家收睇，下次見。
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